美軍真係要變 AI 兵啦！五角大樓話要全面用人工智能打仗，要做全球第一支 AI 優先嘅軍隊。哇，咁犀利！即係以後打仗唔使真人衝鋒，由 AI 決定點打。唔單止決策，連無人機、網絡戰都會有 AI 主導，效率同反應快好多。聽落好科幻，但係咪會有失控風險㗎？星破天出新招，幫真人歌手加個已驗證標誌，等大家分清楚邊個係真人，邊個係 AI 唱。咁即係 AI 歌手就冇認證，變相話佢哋次一等。可以咁講，平台想保護原創同粉絲體驗，避免 AI 冒充真人呃賴。不過 AI 音樂都幾似樣，聽落分唔分到先最難。超越嘅智能眼鏡出事啦！有員工投訴有人用佢哋長期偷拍同窺探，私隱大漏。吓？戴住副眼鏡就成偷窺工具？咁恐怖！公司話會加強監控同限制功能，但大眾已經開始驚智能眼鏡唔安全。下次出街見到有人戴住副眼鏡，可能要退後3步先。Twitch 有直播主行街時被車撞到，成個過程幾千人睇住直播，超震撼。哇！咁慘都仲直播緊，觀眾有冇即時報警？有人即刻 call 911，但個直播主受傷送院，情況唔樂觀。網絡直播真係無時無刻，連意外都變公開表演，好唏噓。科技日日變，小心睇清楚。踢探到下次再同你拆解。